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第18章。达米调集第伊的军兵，用1000人甲100人做单位，照编制设立指挥官。达米派军兵出去，将1/3交互西罗亚的囝约押，1/3交互约押的兄弟阿比斯，1/3交互加得人以太。王对军兵讲：“我一定要甲恁做伙出战。”毋过军兵讲：“你毋通出去，阮若刣死逃走，对敌袂注意阮；阮若一半阵亡，对敌嘛袂看做要紧。你一人比阮10000人较重要，你留伫城内帮衬阮较好。”王甲因讲：“恁看做好诶，我照安尼做。”王就徛伫城门边，军兵100、100、1000、1000照次序出去。王命令约押、阿比斯以太讲：“恁着带念我，毋通伤害迄个少年人押沙龙。”王为押沙龙命令遐个首领的话，军兵拢有听到。军兵就出去野外，伫以法莲的树林甲以色列人交战。伫遐，以色列的军队刣死大笔的部下，迄日战死的真多，有2万人。交战拖到全地区，迄日伫树林内死的，比互岛刣死的较多。押沙龙徛落，拄着大笔的部下，就走对大丛上树真暗的树尾下面经过，伊的头毛交着上树枝，人吊伫半空中，竖起下落做伊去。有一个兵士看到，甲押沙龙讲：“我看到押沙龙吊伫上树。”约押甲报伊的人讲：“啥？你有看到哦？若无当场甲拍死，你若安尼做，我就赏你10块银甲一条腰带。”迄个人对约押讲：“你就是互我1000块银，我嘛毋敢动手害王的囝，因为阮有听到王命令你甲阿比斯以太讲，恁着说字毋通害迄个少年人押沙龙。我若甲安尼做害伊的性命，王一定会知，到时你嘛会毋插我。”约押讲：“我无时间搁甲你讲。”约押就举3支短枪去。迄时押沙龙吊伫上树要活地，约押插透押沙龙的心。为约押举武器的10个少年人，甲押沙龙围地，甲伊刣死。约押分扫甲，军兵就倒来，无搁入以色列人，因为约押甲因阻止。因甲押沙龙迄伫树林内一个大深坑，顶面搭一大堆石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拢走倒去家己的厝。押沙龙活地的时，伫王的山谷为家己采一支挑。伊讲伊无囝通留名，就甲迄支挑号做押沙龙。到今仔日，人还称呼迄支挑做押沙龙纪念碑。撒督的囝阿希玛斯讲：“准我走去对王报告，上主已经有解救伊脱离对敌的手。”约押甲伊讲：“你今仔日毋通去报消息，明日才去。今仔日你毋通报消息，因为王的囝死去。”约押
甲一个古室罗勒讲：你去将你所看到的甲王报告。古实人对约押鞠躬，就用走会去。撒督的囝阿希玛斯佫甲约押讲：无论安怎，求你准我对古实人用走会去。约押讲：我的囝，你报消息袂得着想是安怎要去？伊应讲：无论安怎，我要去。约押讲：你去。阿希玛斯就对约旦平原的路走去，入过古实人。大笔拄仔坐伫内城门甲外城门的中间，守望的人爬上城墙，到城门的楼顶观看，看到一个人单身走来。守望的大声话对王报告，王讲：伊若家己一个来，一定是要报好消息。迄个人哪走哪群活。守望的人佫看到另外一个人走来，守望的甲顾城门的人讲：你看，佫有一个人单身走来。王讲：这嘛是报好消息的。守望的讲：我看头前伫走的，亲像撒督的囝阿希玛斯。王讲：伊是好人，来报好消息。阿希玛斯对王叫讲：平安，就伫王的面前拍拜，讲：上主你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已经将遐个起手攻击我的主，我的王的人拍败啦。王讲：少年人押沙龙平安啊无？阿希玛斯应讲：约押派王的仆人，就是你的仆人来的时，我有看到混乱的场面，毋知发生甚物代志。王讲：你徛店边仔，伊就闪开徛地。古实人嘛到报告讲：有好消息报告我的主，我的王。上主今仔日有替你伸冤，拍败起来攻击你的人。王问古实人讲：少年人押沙龙有平安无？古实人应讲：愿我的主，我的王的对敌，甲所有起来攻击你、要害你的人，拢甲迄个少年人共款。王就真伤心。伊上城门顶的房间啼哭，哪行哪讲：我的囝押沙龙啊，我的囝，我的囝，押沙龙啊，我苦袂得替你死。押沙龙啊，我的囝，我的囝。